中醫認為曬太陽可以提升體內陽氣，亦都可以抵禦寒氣入侵，亦都可以養生。曬太陽除咗可以補充維他命 D， 促進咗鈣嘅吸收之外，亦都可以預防骨質疏鬆。曬太陽可以曬3個部位，第一個係頭頂，頭為諸陽之會，亦都係百脈匯聚嘅地方，可以通調百脈，調補陽氣。第二係背部，背部係陽中之陽，督脈所在，背脊曬暖，人嘅陽氣就會自然充足。第三係腳部，俗語有講寒從足下起，多曬腿腳部，多走動，亦都可以促進末梢循環，有助提升陽氣。希望呢3招都可以幫助到大家可以養陽氣啦。鍾意呢段片嘅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。如果有咩 topic 大家想聽，歡迎留言俾我。中醫或者身心靈嘅角度都冇問題，最緊要記得撳埋個叮叮鐘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段片啦。